嚟到重錘出擊嘅時間嗱，今日我肥蘇咧就為大家帶嚟一場荷甲賽事。近期有啲回勇嘅亞積士啦，由於咧歐聯已經出局啦，咁當然佢哋亦都能夠打歐霸杯嘅。不過聯賽方面咧都要加把勁啊！嗱，佢哋而家暫時30分排喺第4位噶。咁上個禮拜還好噃，主場發揮相當對版，3-1擊敗咗 PSV 燕豪芬。而家佢哋球隊方面咧，雖然較多年青球員啦，但係打下咧，其實嗰班年青球員都開始上力噶。所以近期嚟講咧，近5場咧都有3場贏波噶，唯一2場輸波都係歐聯啫，分別輸俾1-4輸俾皇馬，同埋同樣比數輸俾多蒙特噶。但係聯賽表現就相當唔錯啦，3-1贏 PSV 燕豪芬啦，2-1贏洛達，同埋2-0咧贏芬諾嘅。咁但係呢場波亦都關鍵於佢哋攞3分嘅，所以呢場波預計我覺得佢主場一定全力出擊噶。至於高靈根或者叫格羅靈根咧，今年其實個狀態似乎都係一般般啦，而家暫時排第9。主場成績又唔係好突出，以往佢哋主場真係好出色噶，差唔多主場王噶。但係作客叫做唔算太差，7場3勝1和3負。但係球隊嚟講近期呢個戰績係唔錯噶。不過相對嚟講睇翻呢啲對手呢都唔係咁強，所以佢哋近4場都唔使輸波。主場2-0贏荷華高斯啦，作客1-1和咗華域克，同埋主場1-1和呢個阿爾克馬爾。作客亦都1-0小勝約里比達，今年麻麻地嘅比達。但係見到呢班波今年呢，其實就係前線啦，冇乜炮手啦，冇乜得分嘅人物，反而係中場呢，迪利奧啊呢個球員呢，中場後上球員呢，入咗7個波。反為呢，前線球員呢，入波就寥寥可數啦。所以呢場波作客情況下呢，雖然有一定嘅實力或者近況，但係作客去到亞積士，如果亞積士落力踢，我相信呢都應該冇問題。咁呢場波我就推介上盤亞積士噶。傑仔呢場波你自己點睇？冇問題啊，我都睇亞積士。係啊，佢主場特佳啊，真係特佳，雖然讓到球半2球。係，我都冇，同埋近幾季都淨贏佢2次3球。係啊，其實嗰個往績都冇得打噶，因為呢隊大家都可能略有所聞啦。其實高靈根呢，就或者叫格羅靈根呢，其實喺荷蘭嘅北邊嘅。咁北邊呢，較近北海。佢哋如果你作下去就大鑊啦，因為比較凍嘅，大家知道係啊，大雪紛飛或者比較凍啲。咁但係相對咧，去到亞積士作客，佢哋落嚟咧就似乎個成績不嬲都麻麻地嘅。